台语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你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讲到斗南，旧名做塔里木，国情我就想到一条四句联，真趣味。我先读互你听。这毋是我做的，是过去的高人写的。见面头一句讲：斗南古早塔里木，好买旧名五间厝。人讲玉井大巴年，雾峰就是阿大雾。这什么人所创作的歌呢？就是伫咧差不多40几年前，电视连续剧一出《嘉庆军医王德禄》内底的主题曲。写歌词的是编剧的陈明华先生，作曲的是真出名的作曲家。原来真侪歌戏的新调拢是伊写的。詹中雅老师，伊当阵用的笔名叫做东方笔。陈明华所写的歌词拢咧写一寡古早的地方名啦。见面头一句讲，斗南古早塔里木，实在遮就是平埔族、枫叶族较早一个庄头。咱知影讲平埔的庄头拢讲做社啦，塔里木社。好买，遮就一路五间厝，这就毋免加解说。另外玉井讲做大巴年，就是较早平埔族、大武龙族内底原来一社一庄头，迄个名就叫做大巴年。上界出名好买。或者五间厝，玉井或者大巴年，观众朋友你一定想会到。余清风落船工程，伫西来庵五福王爷庙起义大巴年事件。搁来一句讲，雾峰就是阿大雾。有人讲是因为不管是的大雾，也有人讲这真正原来是平埔族的名啦。共这条歌后壁还佫有哦，佫讲安那，讲民间就是南马庄，竹堂叫做路竹堂，田中土名。田中央，家里旧时小人庄，即几句要讲安怎样解说？所以毋知影讲民间较早就因为地势较低，这毋免国情啊讲。老辈若会晓讲台话拢知，就迄个所在较低，南就为着做南马庄。结果南马即两字日本人来，照日本字来写，南马煞写做日本的汉字民间，理由毋才对遮来。搁来讲竹堂叫做路竹堂，因为较早遐拢路竹树。原来有人讲叫做离海较远，或者内陆竹堂。另外，田中土名叫做田中央。尾即句原来真值得解说，就是讲家里较早遮是拉亚即族，原来一社讲叫做小人，小人就是客约的地头。所以家里旧时或者小人庄，毋是讲遐一个某人咧住，毋是哦，迄个传说毋是哦，理由嘛是对平埔族来。过来，共即个嘉庆军医王德禄的曲盘，最后搁一首四句联，国情讲互朋友做参考。讲德山番薯上界赞，鹿港珠梨是名产，麻豆好食是文旦，人讲宝岛是台湾。嘉庆军都无影捌来台湾，迄是真人虚事。毋过时代咧变迁，较早台湾民间的故事，甲严时代较袂当编，即马就要尽量编，编互遮幼囡仔知影，了解以早台湾过去捌发生过啥物代志。你讲有看有影无？